聖誕節想花心思，喺屋企爆製升級大餐，跟我一齊整呢個寶雲酥鴨胸半君度橙醬啦！將鴨胸放入氣炸鍋，用200度火烹調15分鐘。喺冇油煙嘅環境之下，仲可以省卻使用煎 pan 加熱嘅烹調時間。將所有醬汁材料加入智能煮磨機，使用內置糊狀模式烹煮。今個聖誕節記得入廚大顯身手啦！煮返呢道儀式感滿分嘅寶雲酥鴨胸半君度橙醬。Merry Christmas！